大家好，我係梁浩然。一般人對監獄嘅認識可能係嚟自電影或者係電視劇。現實生活中，究竟監獄係點樣運作嘅呢？今集嘅警民同心就會同大家介紹澳門監獄嘅情況。我身邊呢位係澳門監獄嘅代表，公關處嘅技術員李秀華。大家好，其實澳門嘅監獄咧已經有好長嘅歷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時期。不如一齊嚟睇下監獄嘅歷史同埋佢現時嘅職能啊！明清時期，拘禁犯人嘅地方設喺議事亭，亦即係而家民政總署嘅位置。直到1909年9月，位於賈伯樂提督街興建嘅中心監獄落成啟用，亦即係俗稱嘅市牢。到20世紀80年代，由於市牢嘅空間不敷應用，政府就喺路環興建咗路環監獄，到1990年正式投入使用。回歸之後，路環監獄改名為澳門監獄，由原本嘅司法事務政務司轉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管轄。現任獄長李錦昌喺回歸前已經喺監獄任職，擔任局長一職超過15年。監獄嘅職責呢係執行剝奪自由嘅刑罰，同埋根據法院嘅命令呢對一啲嫌疑人呢進行羈押收容。但係喺監獄接受懲罰嘅在囚人，佢哋唔係坐監坐一世，佢哋終歸有一日係會重返社會。所以協助佢哋重返社會，先至係我哋最重要嘅工作目標。監獄咧係會同一啲唔同嘅政府部門同埋機構合作，喺監獄入邊安排教育、培訓、講座等各種唔同嘅活動。我哋更加為佢哋安排咗出獄前嘅招聘活動，等佢哋出獄之後可以盡快投入工作，唔好重蹈覆轍。但係我啱啱所講呢啲協助在囚人重返社會嘅工作咧，都係建基於一個穩定而安全嘅監獄系統。冇咗安全咧，一切嘅工作咧都係冇辦法推展嘅。亦都唔好唔記得有一群喺獄中服刑嘅人士，等待緊社會嘅重新接納。澳門監獄由獄長同埋副獄長領導，轄下設有監務事務廳以及組織資訊及資源管理廳。監務事務廳設有保安看守處，全面負責監獄嘅安全以及在囚人嘅看守工作，包括監獄內部同外圍嘅保安巡邏、安全搜查、押送在囚人、維持囚倉區嘅紀律同埋秩序，以及管理在囚人嘅日常生活等等。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係負責在囚人嘅援助同埋教育，同埋協助佢哋重返社會嘅工作。組織資訊及資源管理廳負責處理監獄嘅人力及物力資源規劃、管理同運用等等嘅工作，而公共關係及新聞處係負責處理市民投訴、接待來訪團體以及係協調社區關係等。另外，仲設有管理委員會，負責協助管理監獄嘅財務運作。整個監獄除咗大門之外咧，都係被呢啲外牆包圍住嘅。一般人好少見到裏邊嘅活動情況係點樣。秀華，眾所周知咧，監獄嘅安保工作都係由獄警進行嘅。究竟佢哋平時係點樣進行工作，確保監獄嘅安全同埋秩序呢？咁監獄咧係24小時運作嘅部門，獄警係需要日夜輪班工作㗎。基於監獄嘅職能同埋工作性質，獄警工作具有專業性。每一位嘅獄警同事都係經過篩選、考核，仲要接受嚴格嘅訓練同埋實踐操作，先至可以正式投入保安同看守嘅工作㗎。一齊嚟睇下模擬嘅片段啦！監獄對羈押人士或者係被判刑人嘅看管工作，並唔係由佢哋進入監獄之後先至開始嘅。當監獄收到法院嘅通知嘅時候，接收羈押人士同埋被判刑人嘅工作已經係隨即展開。首先，保安及看守處嘅同事會根據法院嘅通知、被判刑人嘅人數、係咪有法院嘅命令狀、案件嘅性質等等，進行保安級別嘅評估，仲會收集道路嘅交通資訊、規劃押送嘅路線等，然後安排特別保安組嘅獄警同事根據工作指引，佩戴合適嘅裝備，押送被判刑人。絕大多數嘅羈押人士同埋被判刑人都係由監獄嘅押解車輛載入去監獄㗎。當佢哋到達監獄之後，就會交由保安看守組嘅獄警同事安排登記入獄嘅程序，同埋進行保安檢查。喺完成入獄程序同埋保安檢查之後，我哋嘅獄警同事就會帶在囚人嚟到佢哋所屬嘅囚倉區，以及安排佢哋會見醫護人員。入獄之後，佢哋嘅日常生活同埋活動就會由監獄作出管理。在囚人喺獄中嘅生活係點樣度過嘅呢？獄警同事每日會根據佢哋所屬嘅囚倉區，以及佢哋探訪嘅日期同埋參與職訓嘅情況等等，去安排佢哋喺監獄入邊嘅活動。
在囚人會安排去到工房參加職業培訓，亦會到運動場活動、到探訪室或者係會見律師或領事等。當在囚人需要去到法院、檢察院應訊、去醫院治療，又或者有特別嘅情況需要外出嘅時候，就需要安排特別保安組嘅獄警負責押送外出，而負責樓層嘅獄警同事就需要管理在囚人喺囚室範圍入邊嘅日常活動，確保囚倉區嘅秩序。受過專業訓練嘅獄警同事需要隨時留意住在囚人嘅情況，憑住佢哋嘅專業觸覺，及早察覺在囚人喺情緒或者行為上嘅異樣，即時向上級報告，並且作出跟進，防止潛在危機嘅爆發，防患於未然。近年嚟，由於在囚人嘅人數上升，監獄嘅人員流動亦日趨頻繁，看管在囚人嘅工作面對更多挑戰。獄警同事喺執勤嘅時候，往往需要面對唔同嘅在囚人，有時候更要應付一啲突發嘅情況。監獄為獄警配備咗適切嘅裝備，加上獄警同事受過專業嘅技巧訓練，並且快速處理事件，務求盡快恢復囚倉區嘅正常運作，避免對其他在囚人構成影響，咁樣先能夠有效咁維持監獄嘅有序運作。呢度就係澳門監獄嘅唯一出入口，亦即係監獄嘅第一道防線，相當之重要喎。係啊，呢度由特別保安組嘅同事駐守，對所有進出監獄嘅人員、物品同埋車輛進行檢查，以確保冇違反規定，又或者係未經批准嘅人員同埋物品進出監獄㗎。獄警人員仲會負責監獄設施同監獄外圍嘅巡邏，確保監獄嘅警戒線冇受到人為嘅破壞，或者有違禁品從外圍拋入。同時，保安樓、控制中心同埋瞭望亭嘅獄警同事負責監察監獄各處嘅情況。如果發現監獄受到侵襲，有外物觸動警報，又或者發現有異常嘅情況，都會第一時間向上級報告，即時處理。當夜幕低垂，在囚人返返去囚倉，停止囚室外面嘅一切活動，獄警同事清點人數之後，在囚人就要休息啦。不過，獄警看管在囚人同埋守衛監獄安全嘅工作係唔會停止㗎。我手上嘅呢啲物品係由在囚人嘅親友送嚟㗎，多數係一啲嘅食品、日常用品同埋書本。雖然在囚人犯咗罪被判刑而失去咗自由，但係佢哋依然享有接受親友探訪嘅權利。冇錯啦，在囚人嘅家屬會因為親友嘅入獄咧而受到好大嘅影響嘅。探訪活動對於佢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同時咧，監獄亦都會安排唔少嘅課程俾在囚人報讀㗎。呢啲活動咧有助於佢哋掌握知識同埋技能，讓佢哋可以做好重返社會嘅準備。每名在囚人都享有每個星期至少1個鐘頭嘅指定時間接受親友探訪嘅權利。在囚人嘅家人同埋朋友喺辦理探訪許可證之後，就可以喺指定嘅探訪時間裏邊嚟到監獄進行探訪。此外，每名在囚人喺啱啱入獄嘅時候，亦都享有一次接受親友首次探訪嘅權利。如果家屬遇到緊急或者係特殊嘅情況，亦都可以透過監獄嘅社工申請特別探訪。而為咗方便長者、孕婦、行動不便或者係殘障嘅人士，監獄亦都推出咗視像探訪嘅服務，方便佢哋喺澳門嘅中華廣場監獄服務資訊中心透過視像就可以同身處監獄嘅在囚人親友進行對話。除咗監管在囚人之外，協助在囚人士重返社會，亦都係澳門監獄嘅其中一項主要工作嚟㗎。獄方會安排社工跟進每一位在囚人嘅個案，為佢哋提供輔導，協助佢哋重拾正確嘅人生觀，仲會促進在囚人同家人之間嘅聯繫，希望在囚人積極重建新生，日後順利重返社會。監獄同教育暨青年局亦都有合作，為在囚人喺獄中開辦回歸小學同埋初中課程，以提升佢哋嘅學歷水平。監獄裏邊仲設有唔同種類嘅職業技能培訓工場，在囚人可以根據個人嘅條件、意向同埋需要提出學習嘅申請，等佢哋可以好好利用在獄嘅時間自我增值。當中嘅培訓工場包括有製衣、木工、廚房同埋麵包西餅製造等等，而每個工場裏邊都有專業嘅導師指導在囚人學習。同時，獄方亦都同本澳嘅教育機構合辦唔同類型嘅專業證書課程，在囚人完成有關嘅課程之後，可以獲得相關機構頒發嘅認可證書，有助佢哋日後重返社會之用。
而為咗令到在囚人喺出獄之後能夠盡快咁融入社會，監獄自2012年開始同法務局合作舉辦在囚人適前就業計劃，定期安排愛心僱主到監獄同即將出獄嘅在囚人進行招聘面試，協助在囚人喺獲釋之前就能夠取得就業嘅機會。為咗配合特區政府精兵簡政嘅政策，未來澳門監獄就會同少年感法院進行合併，將懲教結合，統一由懲教管理局管理，以便集中資源，提升工作效率。兩個部門已經開展咗相關嘅改組準備工作。將來懲教管理局會避免監獄同少年感法院被人混淆，會做好更多嘅跟進工作，令到兩者喺履行職責中有明確嘅區分。對青年會着重教育、輔導、協助重返社會。少年感法院嘅地點亦都唔會改變，仍然會獨立於監獄以外。少年感法院係根據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執行法院所判嘅教育監管同埋收容措施嘅場所，目的係教育青少年遵守法律同埋社會共同生活嘅最基本原則，使青少年以適當同埋負責任嘅方式融入社會。而喺回歸之前，少年感法院亦都係由司法事務政務司管轄嘅。由於保安同埋保障個人私隱等原因，前往澳門監獄探訪或者係辦理服務嘅人士喺監獄範圍之內係嚴禁拍攝、錄影同埋使用通訊設備嘅。而未經批准嘅任何人士都唔可以帶攝錄機同埋通訊器材入監獄嘅，大家要注意啦。喺未來，我哋將會陸續再同大家介紹更多監獄嘅工作情況，以及係支持在囚人士重建新生嘅事務。今集嘅警民同心又到尾聲啦。時近歲晚，由下一集開始，我哋會同大家介紹各個部門嘅冬防部署同埋假期要注意嘅事項。下集再見。再見。